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阿娘，咱一世人做兄妹好无？咱莫做阿妈婆。阿福兄，我知影，你毋是真心要甲我做娘。你今仔到底去倒位？若无，你袂无讲一声，就出去甲3更半暝才转来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讲好无？我去谈家，我去找建昌。原本我是要甲讲，今仔我要带你，我要请伊放心，一世人我会好好照顾你。我嘛想说要拜托，叫伊出去，莫过来搅扰咱的生活。伊无答应对无？毋是，伊连开嘴要甲拒绝的机会都无。是安怎？伊即马人伫咧病院，病院？伊中风，规个人倒伫咧病院，死死昏昏去，敢若袂输一个死人共款。伊哪会变成安尼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厝向查封去，几间大厦厝拢打封掉。我听厝内面的人讲，伊袂堪伊这款的打击，才会倒落去。不过，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去你甲看一下啦，我相信伊现在上五忙的，就是你会当去甲看一下。我伫咧愿意讲紧甲讲伊已经大下厝，我一定会甲保留起来。虽然伊今嘛无感觉。也毋过，我相信，伊一定会听会到。我嘛相信，你即马去甲看，伊一定会感受会到，伊一定会真欢喜。建昌中风的代志，先了阮也无知影。伊老遐了，年岁遐大，我惊伊身体袂共你。
母，你是安那要死？你是安怎要救我？阿母，你敢毋捌听人讲过？若是自杀死啊，就会变出孤魂野鬼，连东家的大门都无法度通我入来。你走东家遮侪年，甲阮徛遐饲甲遮大汉，敢就是安尼的结果？若是安尼，你敢会甘愿？你死了敢有价值？大家都要无啊！你若把甲死人有啥要无共？我是要安怎活落去？我活落比死较痛苦，你敢知影？死敢会当解决代志哦？你老我甲阿兄是要承担这一连串的打击。你若是死啊，我甲阿兄拢会怨恨你，我嘛袂去替你旁斗。阿母，你若是死啊，阿爸的医药费，东家的债务，连你的棺材阮都无钱通好买，你知无？阿母，就算你要放弃东家，要放弃阿爸，你嘛要替我甲阿兄想看卖啊！虽然我不是你亲生的，阿母你甲我饲到遮大汉，我嘛会想办法做趁钱来养好你。即摆我甲阿兄，才是你唯一会当压我过的人。你若是为了阿爸安尼来死，安尼敢有价值啊？阿母，你一定要坚强活落去，你千万唔当死我，阿母，阿母。金宝，你哪来食？美元，小等你若食饱吼，昨暗迄酒桌的钱去甲人算算咧。不管有食还是无食，咱钱拢爱甲人算互清楚，唔通互人讲咱小屁咧要占人的便宜。金宝，阿七个阿姨真正无结婚啊？实在因啦，昨暗规暗吼，我已经想通啊。假使讲因两个若真正无翁仔某缘，强迫因两个人斗阵，安尼是增加因两个人的痛苦。我已经食遮济气啊！因两个人也毋是囡仔啦，要结婚毋结婚吼，只有是随缘啦。我已经无在条通管啦。金宝，啊，你昨毋是甲新正50讲，下晡若结婚，你要通知因啊？啊，你要安怎甲因交代？这哪有啥物通我交代啦？因两个人毋结婚，我敢会当压因两个人去结婚？我看因两个人吼，大概真正袂结婚啊啦。也毋过，假使若有遐亲情朋友甲我问，我会甲因讲，放心，阮兜还阁一个美观，等你若要嫁吼，我会甲恁通知。金宝。安怎？连你也无想要嫁哦？楼顶迄两个已经互我真头壳疼呢，你莫阁甲惹代志好无？安怎？你甲南洋迄只老狗还有得来往是？金宝啊，啊莫讲我遮来好无？连问一下袂用的问哦。这个家是安怎会变甲安尼生？唉。为你伤心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阿福啊，食早顿啊咯。阿
梅英啊，食早顿哦。梅英，阿福啊！哎呦，恁两个是伫安怎啦？都总讲恁两个无法度通结婚，啊饭嘛是共款爱食。哎，袂输敢若囡仔咧，啊规点啊家己的房间的啦，讲有啥物代志切切咧嘛？哎，有听到无？哎，我无要插恁啊啦，阮日后饭菜我咧放在桌仔顶啊啦，我已经食饱，我插恁要食啊毋食？哈，气死！文英啊，去甲看一下啦，去甲伊讲两句仔话，凡是伊的精神嘛无一定。今日我陪你去。是讲嘛毋好，我人伫遐颠倒袂方便。你哪会来遮？你敢骂我？你要找啥？我要找陈志玲啊，伊敢有伫？伊无伫咧啊。哦，无伫了。请问你是？伊是我的阿兄。啊，毋知影倒位当找到志玲啊？志仁，伫咧厝内底我拢叫伊阿兄，无咧叫伊志仁。志仁是我的阿爸甲阿母咧叫。啊，你甲伊是啥物关系？我甲伊是朋友啊。你是伊的查某朋友？毋是啦，是普通朋友啦。伊咧病院啊？在病院？伊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毋是伊的普通朋友，你遐尔紧张想要创啥？啊，就算讲是普通朋友，我嘛会当关心伊啊。我的阿爸破病住咧病院，你的志仁咧照顾伊。稍等下啦，要创啊？请问恁阿爸住倒一间病院？上大间迄间啦。感谢是。何叔小姐，什么代志是？恁进前的数吼欠伤济啦，啊病院吼请你去柜台清清的啊。也毋过我无钱吼，无我看啊。你对我来办公室从主任，你应该讲看卖咧。多谢。
为你上车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声。OK， 恭喜哦！你有搁娶我？啊，多谢你。头家啊，咱兄弟仔代，你哪会咧甲我说多谢啦？春香、安伯啊，恁大家别怪我啦吼。头家啊，阮哪会怪你啊？阮拢真欢喜啊！就是讲嘛，头家，你今仔日会当娶到文英姐啊吼，阮大家拢替你真欢喜的呢。头家，较紧哦，时辰到啊，头家妈咧等，紧来拜堂，吼。你大家搁徛喺遮，紧准备拜堂啊！紧！阿母，我总算甲文英传来。真够。文英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你就是阮陈家唯一的新妇。这位太太，你是